高雄，李明劝中医博士治白内障秘方，半支莲5000金银花5000五爪金鹰5000大黄大黄台黄，国语是大黄皇帝的轩辕氏那个黄5分大枣3000，川穹3000，麻黄3000，葛根是5000嘛，桂枝是3000嘛，三丸碎煎成1万，然后变了8分变7分是这样吗？8分还是7分？白内障是肾火、肝火大，黄肾火大，黄肝火大。葡萄干照顾肝脏肾脏元气吧，帮助生育功能葡萄干太甜的话，要加水来喝。葡萄干补元气，帮助脑部血液循环补血，帮助脑部血液循环帮助呼吸葡萄干也是帮助生育能力葡萄干的是单糖葡萄糖好吸收外出午餐食品葡萄干受不了那么甜，从1颗开始念，然后到念含